是爱打拼，希望总有一天成功找着我。我若在心里有你听做，我嘛是人嘛袂当做袂输人。毋输你，虽然情话已经是寒天，但是咱的感情亲像热天。谢谢漂亮姐姐们。 毋输你，虽然情嘛已经是寒天，但是咱的感情亲像热天。来啊，唱就好。有啥物快乐，咱斗阵欢喜；若有烦恼，互相安慰。啥物好康歹康，拢有我甲你，因为咱的感情亲像。 大家好，我是许富凯。见到大家，哇，你们真的都穿得好漂亮哦！真的每一个都像她选美一样哦，给自己的精神掌声一下好不好？接下来呢，我要唱的第二首歌呢，这首歌我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一定要比这个动作。我相信呢，比了这个动作之后呢，一年时间。 乌来乌往，比个爱心好不好？很简单，全场比一个爱心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爱心之余呢，嘴巴还要再唱2个字，非常的简单，叫做背在不？来啊，我调控哪里的声音了？1、2、3，对，很棒！带来这一首《迷就会送给你们，谢谢，谢谢我的粉丝，谢谢。 手机的手电筒。
后一位国宝邓丽君小姐，大家都知道，对，但她有一首很红的歌，红到全世界，我相信有华人在的地方呢，都一定会唱这一首歌。那今天呢，我也特别带来2种语言，想要跟大家分享。这一首歌呢叫做《我只在乎你》，会唱的朋友跟我一起唱，谢谢。他抽奖啊！不到，上台反而看
经被收走了，好吗？来上我的肩膀，来，吃吧，来呀来呀，画家哦，好啊，找镜头哦，你要看到相机才会入镜。阿五阿公阿宝，给你，来跟后面的一家人，来哟，金曲歌王来喽！啊，其实创办人很想来，但他很矜持，对不对？我看到你的眼神在发光。来了，创办人来了。刘顾问已经忍不住了。来，还有总顾问，好，王总顾问，坐回来，啊，媒体也一起来，媒体，哎，有没有很有亲和力？有没有？啊，尖叫声来一下，要握手的来握手的。什么叫做有亲和力的超级歌王？对吧？是顾问，是不是？来，顾问都是顾问的，都是我们的偶像。哎，创办人，来。小心，不要撞到，小心。哎，来，总顾问，哎，不要踩到裙子，好。来，那个，哎，我第一次看到创办人像少女一样。他像中乐透一样。那我们在副牌在中间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在中间。好，来，那我们请那个总顾问跟创办人陪着副牌哈。来，其他的顾问来包围起来。呀，今天是我们一家人的 family 的 party 哈。然后小心你的脚步哦，有阶梯要小心哦。啊，小心哦。好，配上我们官方的摄影机。我们总顾问老公都不管了，你看，好了，摄影师完全不用比阶梯，小心专业，哦。好，爱心，好，许梦兰赞不赞？一丝命题棒不棒？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哇，创办人好像回到18岁了，你看，两颊都泛红了，你看。少女。啊，小心。小心哦，小心。小心哦。创办人，谢谢。总顾问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谢谢。各位，接下来有个重要的时刻，我们要摸彩的哦。得奖人要上台哦，所以各位顾问请先回座一下哈。来，我们要准备看一下大荧幕，因为许富凯要来抽出今天的第一组嘉宾奖。是我们来看到呢，这个是伊丝立体定制的顶级真钻项链哦，我先秀给大家来看一下好不好？来，哦，有2条，来，有2条，准备，第一条。真钻石项链，哎呀，价值8万5，第一条得奖的是，请看许富凯抽的哦。得奖的人哦，请到你们的右手边集合，就是我的左手边，你们的右手边，拉起来。得奖号码078，你去发发，看到没有？现场吗0788，请到我的左手边，有没有举手的工作人员？哦，赶快后面的有没有？来，有了，恭喜！先稍等一下。第二个，请抽，3、2、1。来看看第2位幸运的一家人。18K 金搭配38颗真钻，哎呀，要数啊！得奖的是哪一位？0905在，许富凯抽的，谢谢。好，请上台，恭喜。好，我们请2位都准备跟富凯在台上颁奖合照哈。恭喜！哎，来，这位，谢谢。一男一女的。一左一右，恭喜。颁奖。可以找证件都来哦。直接带回家，来。姐姐已经兴奋到不知道正前方有阶梯了。没有，我们还是有个报告的流程啊，所以要从大家的右手边。颁奖。好，第2位是一位美女啊，欢迎。
因为感情我那真简单，心爱的人甲你相共，哪会到今晚才知原来你命到这么短，因为感情线风去啊，是我的心情无地放，相思的马路内底讲袂知。我心我是听你啦，不是来听我你的话，莫你个梦听你错，做一个人是使气氛的所在，烧酒一杯，两杯三杯，讲做是笑话，无聊的借口，今晚我无想要讲，只想要离开两个全在一起，做一个无。是使远远的所在，说一个两个少年醒来自由飞，对来相好，踏着离散的脚步，是错爱的人才会。听有听到雨声，真像是别人的笑话。因为感情看到这么淡，心爱的人甲你相共，哪会到今晚才知原来你命到这么短。因为感情线来风去啊。是我的心情无地放，相思的把苦来地讲袂知，我心我是听你啦，不是来听我你的话，莫要讲听你做，做一个大人实在气氛的所在，烧酒一杯，两杯三杯，讲做是笑话，无聊的借口，只怕我想要讲，只想要。